是我们要捐的物资。你可以先弄这个。好啊，好啊。来哦，今天在方董来吃海南鸡饭。之前都是去泸州，但是今天来龟山长庚的吃。那龟山长庚店吃，然后呢？今天吃新的口味是河粉，以往我都是吃饭跟面，所以我今天吃河粉。今天请姐吃。在学校。好了。